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Go 哈位》，我是敏华。有没有觉得很高？动够呢？这里是天空步道，现在全台湾有很多的天空步道，让大家可以在高空看美景。而刚刚说到的高，客家话就是够。而很多游客走进来会觉得有点害怕。动样，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透过镜头带大家一起去体验看看喽。最近台湾掀起了一股天空步道热潮，密集度最高的就是南投县。这些步道各有特色，夯天空普头是样，因为游客可以居高临下看风景，还可以试试胆量。我们中寮的那个空中步道我们在海拔大概在700公尺左右那我们是仿美国大峡谷一个 U 型的空中步道，采取透明的玻璃，蛮多游客来说蛮惊险的，很想看又有一点害怕的那种感觉天空步道虽然够，但游客是样。因为每一块玻璃都是强化玻璃，而且视野超级宽阔，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。以南投中寮来说，这个天空埔头就在龙凤瀑布的上头，相当有看头。中寮的天空步道真的好高而说到高，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高，高够够高。今天我们还特别请到这里的专员陈大哥，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客家单字高够。够够够够高，大家学起来了吗？现在是暑假期间，不妨走出户外，享受一下日光浴喽。站在平台上，可以欣赏南投秀丽美景，还有壮观的瀑布景观，全长有35公尺，距离山谷有50公差够。虽然有人会腿软不样，但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体验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有走过这个天空步道吗？会不会害怕呢？有惧高症的朋友可能像我一样，我就不敢走了。好了，我们学到新的词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害怕，降。第二个词呢就是高，够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来看这句话就是走天空步道不用害怕，夯天空普头是样。夯天空普头是样，你们会害怕吗？挑战一下自己喽。不过重点是把今天的词学起来吧。明天见，拜拜。